今开始，紧来关心家己的阿里山山美川福美吊桥边仔的凉亭下，3米悬的茶步道，昨下晡4点外是熊熊登去，有5个人徛伫顶悬，转熊熊摔落涂骹，尾也造成1个人死亡，4个人受伤。头痛啊！不要压，不要压我啦！这里是大人自3公尺宽的茶栈道摔来，脚目骨断去，警消伫咧现场替伊固定脚，伊疼甲一直叫。一个44个人的旅行团自苗栗出发来阿里山旅游，昨下昼4点外伫食暗进前，先去福美吊桥边仔凉亭的栈道行咧，有5个人伫咧茶栈道顶头看风景时阵，茶栈道山熊熊登去放来。人就对3公尺悬摔来，其中5人，1男4女，女性约63岁、77岁、67岁、54岁，男性约84岁，让不慎滑倒受伤。消防局救护车陆续到场后给予紧急处置，分别送往圣马尔蒂医院跟嘉义基督教医院。摔来5人分别是腹肚、头、胸坎磕到、侧壁伤，一个脚目骨断去，分别送到嘉义基督教病院，一个圣马尔定病院。其中77岁廖女士去讲到头救袂大，可能是最近这几天的那个台风豪雨结构受损所以我们还做一个详细的调查，我们会全力善后，然后我们会厘清事实，再做一个说明。福美吊桥景观平台是800防灾了，由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用现款起来。民国100年5月关乎阿里山乡公所，要就由公所伫咧管理维护和游客行。因那代志发生的原因，警方即马正伫咧调查。记者综合报道。